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地藏王菩薩，所以你哋一定要知道佢嘅神通故事。點解呢位菩薩咁重要？喺地藏菩薩本願經中提及到啦一個秘密。佛祖涅槃之後，另外一位未來佛就係彌勒佛降世嚟教化我哋人類之前，現在呢刻係沒有佛嘅年代嚟幫助我哋，保護我哋。地藏經提及到啦，佛陀拜託地藏王菩薩喺冇佛嘅年代保護我哋。喺現在呢個冇佛嘅世界裏面，代理佛地藏王菩薩呢個名號你必須要知道。另外佛家有84000部經書，我專題講地藏菩薩本願經。呢本經書好重要，只要念地藏菩薩名號，念地藏菩薩本願經全經13品，連續7日7夜，仲必須要信願行，你就會有不可思議嘅事情發生。佛家講天界有28層天，佛陀說法喺33天裏面嘅忉利天，又即係六欲天，因為裏面有33間寺院，所以叫33天。點解當時佛祖要喺忉利天說法呢？因為佛祖嘅生母往生之後就住喺忉利天，所以佛陀得道後啦，就到33天為生母說法，要引導佢去西方極樂世界再修行。所以當時得道嘅大部分山神、地神、天神、鬼王、大菩薩，例如啦觀世音菩薩、文殊師利菩薩、普賢菩薩，都嚟到呢度聽佛祖說法。天龍八部天界裏面嘅龍族阿修羅，因為呢度係天界，所以呢一次嘅說法人類凡夫係到唔到噶。但呢一次說法竟然連鬼王都到啊！今次佛祖問咗文殊師利菩薩一個好特別嘅問題，今次嚟到聽我說法嘅人數量有幾多啊？你知唔知啊？文殊師利菩薩就答啦，太多啦，太多啦，就算用我嘅神通去測量都計算唔到啊！重點就嚟啦噃，連神通都計唔到啦。你睇呢個數量係幾誇張？用佛家嘅數量係計算，唔係娑婆世界，甚至去到平行時空其他宇宙無數生命體。其實今次大會係成個平行宇宙裏邊嘅所有天人鬼神都全部嚟晒，所以今次嘅數量多到連文殊師利菩薩嘅神通都計算唔到在內啊！佛祖就答道啦，唔好話你計唔到啊，連我都計算唔到啊！所以佛祖就解釋啦，今次嚟聽法嘅人數全部都有大成就嘅修行人。佛祖講過啦，要記住今次嚟到聽我講法嘅菩薩、天龍、鬼神，全部都係曾經受過地藏王菩薩嘅教化、幫助、庇佑，先至有今日嘅成就。所以佛陀強調啦，地藏王菩薩其實已經夠資格成佛噶啦，但立願眾生度盡之後，最後一位成佛，所以全宇宙嘅眾生度盡根本係一個沒完沒了嘅宏願，所以地藏王菩薩先至有今時今日呢個成就。咁問題嚟啦噃，咁地藏王菩薩其實係何方神聖啊？點解有咁大嘅神通大智慧啊？點解會有咁大嘅功德啊？佛祖冇提過地藏王菩薩點解會咁犀利，佛祖只有提及到地藏王菩薩嘅神通係大到不可思議。只要你有緣，只要你聽到地藏王菩薩嘅名號，然後你只要有一點點嘅行動，例如啦，念地藏王菩薩名號，或者修持地藏王菩薩本願經，又或者供奉地藏王菩薩像，有28種大利益，只係咁簡單去做，你就可以下一世可以去做天人，而且唔係淨係下一世，你仲可以連續100世往生到忉利天，未來將來永遠唔會再墮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。佛經裏面記載住係佛祖親口講噶，所以佛祖係直接洩露天機俾大家知，地藏王菩薩唔係一般嘅菩薩。跟住啦，佛祖就跟文殊師利菩薩講咗一個故事。地藏王菩薩喺好耐以前，
早就喺一個已經死亡嘅另一個世界裏邊，地藏王菩薩投身做一位德高望重嘅長老，家裏邊做佢個仔。喺呢一個時代裏邊，啱啱有一位佛住世。當時呢位佛嘅名號叫做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。呢位長老嘅兒子就好幸運啦，居然親眼可以見到當時嘅佛嘅相貌非常威儀，有一樣嘅莊嚴美妙圓滿。當時一位佛跟長子講，如果你要修到好似佛一樣咁莊嚴圓滿嘅法相，必須要用好遙遠嘅年代，用佛法嘅智慧去度一切受苦眾生。長老兒子居然諗都唔諗啊，完全一啲猶豫都冇，即刻喺佛嘅面前發咗一個超級大宏願，由現在開始會永無止境去幫助去教化所有受苦嘅六道眾生，所有嘅天人，所有嘅阿修羅，人又好，畜生又好，餓鬼也好，地獄裏面嘅鬼都好，要令佢哋全部都成佛，之後我自己最後一個先至成佛。最終呢一個長老嘅兒子就係第一個修成地藏王菩薩啦。跟住啦，佛祖又講另一個地藏王菩薩嘅故事。地藏菩薩喺另一世，有好耐以前，喺另一個已經毀滅咗嘅世界裏邊，當時係另一個世界嘅佢，佛號叫做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喺呢個佛住世嘅時候，一個出身高貴嘅婆羅門女，呢個女子呢，非常之唔簡單啊！佢嘅過去世種下了無數嘅善根，積下無盡嘅福德，所以佢呢一世生活非常之幸福。無論何時何地，呢個女子身邊都有各種各樣嘅不同嘅天神守護住佢啊！雖然呢位聖女有好大嘅福報，但係佢母親信咗邪見，偏偏唔信佛法，而且仲藐視佛法。所以聖女咧就諗咗好多種嘅辦法，點樣去幫佢媽媽呢？希望佢可以產生正知正見，但可惜因為佢母親前世嘅業障實在太重啦，所以得唔到真正嘅智慧。結果過咗唔係好耐，佢媽媽過身啦，就墮入無間地獄裏邊。無間地獄係最恐怖之一，因為永遠不能夠出翻嚟噶。無間地獄嘅意思係永生要喺地獄受苦，不能夠轉世輪迴。你諗下幾恐怖？咁呢個婆羅門女就猜到啦，母親在世嘅時候，因為不信因果，肯定係要墮入地獄度。婆羅門女諗啦，我可唔可以做啲乜嘢幫到我媽媽呢？最後啦，呢位婆羅門女拍賣自己嘅房產，全部賣晒，將所有嘅錢去供奉佛子。喺佛子見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嘅形象，威嚴慈祥、親切端莊、智慧圓滿，婆羅門女馬上好恭敬禮拜佛像。佢聽到呢個名叫做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呢位佛肯定具備了一切智慧，大覺大悟啊！究竟我媽媽到底墮入三惡道邊一度呢？婆羅門女諗啦，佛慈悲一定會話俾我聽。聖女一邊哭泣一邊念，之後啦，空中竟然傳來一把聲音回應佢：聖女，你唔好太過悲傷，現在我就話俾你知，你母親死咗之後去咗咩地方。聖女聽完之後啦，當然好開心啦，即刻合掌向空中問話：你係邊一位有德之神顯靈啊？跟住空中嘅聲音就講啦：婆羅門女，我就係你禮拜嗰位佛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你思念你母親嘅聲音遠遠超過普通眾生嘅思念母親之情，所以我先至特別話俾你知。婆羅門女聽到呢把聲音，即時感哭流涕。當時你估佢唔到啊，婆羅門女跳上空中，再撲咗落地下，感謝佛嘅顯靈。因為跳上空中跌咗喺地上，傷咗自己關節，仲暈咗添。當醒翻嘅時候啦，婆羅門女又喺空中講說話啦：佛啊，願你慈悲，可憐下我母親究竟到咗邊一層地獄？
佛就告訴佢，你唔使焦急，你返到屋企之後，揾一個安靜嘅房間，打坐靜心，排除一切雜念，然後心裏邊保持着只有一個念頭，只係諗住一件事情，連南無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名號，只要咁樣一心念佛，到入定嘅時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你母親所生去處。雖然佛經裏邊講過覺華定自在王如來教佢點樣靜坐去產生神通，然後見到死去嘅親人去咗邊度，佛經裏邊有講啦，只要你照住咁樣去做，你入咗定，你得到神通，你就可以睇得到。但係其實一般人係唔可能做得到噶，但婆羅門女係上級嘅大根器，普通人係冇可能做到噶。但聖女打坐只係一個晚上，完全冇諗過就立即有神通，馬上就有感應啊，仿佛就感覺到身體去咗一個大海裏邊，但喺見到嘅海水裏邊跟你平時見到嘅大海完全不一樣，一度嘅大海就好似海水鍋裏邊一樣啊，沸沸騰騰，上下翻滾，而且海水裏邊仲有好多奇怪可怕嘅怪獸。佛經裏邊提及到啦，怪獸不是肉身，而係金屬鐵皮，喺海邊上面飛行，東奔西走，仲有成千上萬嘅男女喺海上面飄上飄落，又沉落去又浮翻上嚟，俾啲可怕嘅怪獸爭來爭去，最終就被吃掉添。另外啦，婆羅門女仲見到不同形狀嘅夜叉，呢啲夜叉有好多隻眼㗎，有啲好多個頭，亦都係好多隻手，好多隻腳。有啲夜叉嘴裏邊啲牙又粗又長，見到啲夜叉去折磨啲人到半死啊！因為當時婆羅門女有佛加持，所以一啲都唔恐懼。當時有一位叫無毒鬼王登場啦，對聖女講，以為有善根嘅大菩薩到添，點解會嚟到我呢個咁嘅地方啊？聖女就跟鬼王講啦，我都覺得好奇怪，呢個究竟係什麼地方？鬼王又講啦，呢度唔係地獄，呢度係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，佛家所講嘅業海。第一重海就係佛家所講嘅身業，第二重海口業，第三重海係意業之海，大腦裏邊所產生嘅貪嗔癡。佛家認為啦，喺死後三業海裏邊受折磨。無毒鬼王又講咗一個秘密俾聖女聽，你而家見到呢啲男女係啱啱死咗冇幾耐嘅亡靈，喺一度受苦，經過749日之後，因為冇親戚子女朋友為佢哋超度，所以先至嚟到呢度受苦。如果真係有親朋戚友幫佢超度749日，即使係前世作惡，就可以免受呢一個業海嘅折磨。記住必須要用地藏經、金剛經、心經、大悲咒等佛陀在世嘅時候真正嘅經典去超度，先至會有效。補充一樣，正知正見，現在係末法年代，好多假和尚、假道士，神棍好多，你要請到真正有道行和尚真係難上加難。咁你今次有緣睇完呢個頻道之後，地藏經其實話俾你知，你自己可以超度你嘅親人。坊間大部分不但止唔可以超度亡靈，甚至會有副作用，本身可以去三善道嘅，結果去咗三惡道。聖女又問鬼王啦，究竟人成日所講嘅地獄係咩地方嚟㗎？地獄就係三海之內，仲有成千個大大小小不一樣嘅地獄，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18層地獄。其實地獄喺兩座同心圓嘅大鐵圍山中間，呢度係真正嘅地獄位置。最後婆羅門女問鬼王最關鍵嘅問題，我母親死咗只係幾日？鬼王就問聖女菩薩，你嘅母親叫咩名啊？佢嘅出生年月日。鬼王對聖女講，你唔需要悲傷啊，因為你之前喺覺華定自在王如來面前又虔誠又供奉又祈福，佛幫你母親早就已經脫離了地獄之災，升到三善道去享福啦。跟住聖女一醒之後又去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面前，
從今以後去到未來最邊際，所有嘅造業眾生，我都用我嘅種種方法同智慧，令佢哋得到徹底嘅解脫。跟住啦，又去返忉利天佛祖釋迦牟尼佛面前啦。釋迦牟尼佛跟文殊師利菩薩講：呢位婆羅門女唔係普通人，就係現時一位偉大嘅地藏王菩薩。另外剛才嗰位鬼王就係現時嘅持首菩薩。佛祖又講啦：我呢個釋迦牟尼教主暫時就拜託俾你啦，地藏王菩薩。我涅槃之後，你必須要用你嘅神通大智慧去幫佢六道眾生得到解脫，直至到彌勒佛出現嘅時候，代理佛呢個崗位就一路靠你啦。好啦，今集又講到呢度啦，拜拜啦。喺離開嘅時候，希望大家試下去修持地藏王菩薩滅定業真言，真係好 work 噶。拜拜。